大家好，歡迎嚟到新聞大排檔。盧偉國咧就再譜戀曲啊，得此良緣就倍感珍惜。咁文縐縐嘅突然間咁咁首度透露咧就話有第二春喎呢個余仲恩咧就話源自粵曲咁話，即係我唔知呢啲咁嘅即係老來就有戀情咁係什麼東西啦？因為我未老啊嘛。咁但係啦，我哋都係應該戥呢啲老來得戀情呢啲人咧，就戥佢哋高興嘅。因為老來得伴唔係咁簡單啊。通常老來咧攞個伴咧，通常都係啲業債嚟嘅。我哋再見到最近有個叫可白嘅就明啦，係嘛？咁呢個我哋就希望佢歡欣快樂啦。一齊睇睇詳細開心嘅現場啦！唔該晒主持，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排檔。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依條影片，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唔該。各位大排檔嘅老友記，歡迎收睇。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單新聞係政圈嘅一件喜事，但係同時都引嚟好多討論。講嘅係經民聯主席73歲嘅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宣布再婚，新娘係邊個？係一位90後嘅粵劇演員，叫余仲恩，同盧偉國相差超過40年。盧偉國嘅原配黃少珍5年前離世，佢哋育有一子。16年前，盧偉國已經抱孫做咗爺爺，而家佢覓得第二春，兩個人因粵曲結緣，可謂月韻傳情。呢段忘年戀引嚟政圈同網民嘅熱烈討論。新聞大排檔同你詳細拆解，先同大家詳細重溫一下件事嘅來龍去脈。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日前被傳媒發現佢同一位年輕女士結婚，消息一出，隨即引起關注。盧偉國之後向傳媒證實，佢嘅新婚妻子係90後粵劇演員余仲恩，兩個人已經完成結婚註冊。盧偉國仲話會喺今日29日下晝同余仲恩一齊會見傳媒，交代婚事，分享呢一份相知相守、琴瑟和鳴嘅喜悅。盧偉國今年73歲，佢嘅原配黃少珍喺2021年8月離世，兩個人非常恩愛。黃少珍離世之後，盧偉國選擇喺結婚44週年嘅紀念日，以黃少珍嘅名義喺佢畢業嘅中大新亞書院英文系同執教嘅沙田循道衛理中學設立獎學金，希望佢嘅遺愛可以惠及後進。呢個舉動當時感動咗好多人。盧偉國同黃少珍育有一子盧展瓊。盧偉國16年前已經抱孫做咗爺爺，佢哋全家都係中文大學校友。盧偉國自己讀工商管理碩士，原配讀英文系，個仔讀物理系，新抱都係校友。更加有趣嘅係，佢哋一家都係音樂世家。盧偉國本身熱愛音樂，原配係女高音，個仔係男高音，佢細佬係音樂人，曾為多套電影作曲。盧偉國曾經喺訪問中透露家人相聚，會以音樂為共同語言。講到今次嘅女主角余仲恩，佢係一位90後粵劇演員，年輕有為，比盧偉國細超過40年。佢同樣熱愛音樂，鋼琴同二胡達到演奏級。佢同朋友開設 YouTube 頻道，推廣粵劇中鮮為人知嘅歌曲，表演方式引人耳目一新。盧偉國話：佢同余仲恩因同愛粵曲粵劇而相逢，因心意契合而相守，兩個人可謂一拍即合。換句話說，呢段感情嘅起點係源自對粵曲嘅共同熱愛。重溫完件事，我哋大排檔馬上同大家深入分析一下盧偉國嘅再婚消息，點解會引起咁大迴響？社會對忘年戀嘅接受程度又係點？首先，我哋要分析下忘年戀嘅爭議性。盧偉國73歲，余仲恩90之後，兩個人嘅年齡差距超過40年。呢個年齡差距喺社會上注定會引嚟唔同嘅聲音。有人會話真愛無敵，年齡唔係問題；亦有人會質疑90後後生女嫁俾一個73歲嘅阿伯，係咪為咗錢、為咗名氣？呢啲質疑其實反映出社會對忘年戀，尤其係男方年長好多嘅組合，仍然存在一定嘅偏見。好多人都會用利益交換嘅角度去解讀，而唔係相信真愛。但係如果性別調轉，一個73歲阿婆嫁俾一個90後後生仔，大家又會點睇？可能爭議更加大。
所以社會對忘年戀嘅接受程度仲有好多進步嘅空間。第二，我哋要分析下盧偉國嘅公眾人物身份。盧偉國唔係普通人，佢係立法會議員，係經民聯主席，係公眾人物。佢嘅一舉一動都會被放大鏡檢視。再婚本來係私事，但係因為佢嘅身份，加上對象係一個年輕咁多嘅女士，自然會成為焦點。有人可能會擔心呢段婚姻會唔會影響盧偉國嘅政治生涯，會唔會俾人質疑臨老入化蟲？但係從另一個角度睇，盧偉國已經73歲，佢嘅政治生涯都差唔多去到尾聲。佢選擇喺呢個時候再婚，可能係真係想揾一個可以陪伴佢晚年嘅人。作為公眾，我哋係咪應該尊重佢嘅個人選擇？第三，我哋要分析下音樂作為橋樑嘅力量。盧偉國同余仲恩嘅共同點係對粵曲嘅熱愛。盧偉國本身係音樂迷，原配係女高音，個仔係男高音，成家人都係玩音樂㗎。而家佢遇到一個同樣熱愛粵曲嘅年輕女性，兩個人有共同語言，可以一齊研習曲藝，互相欣賞。呢一種基於共同興趣而建立嘅感情，其實比起純粹嘅年齡匹配更加穩固。所以，與其用忘年戀嘅標籤去 judge 佢哋，不如欣賞佢哋因為音樂而相遇嘅緣分。第四，我哋要分析下對原配嘅懷念。盧偉國喺原配黃兆珍離世之後，曾經以佢嘅名義設立獎學金，仲喺結婚紀念日公佈，呢份心意令人感動。而家佢再婚，唔代表佢忘記咗原配。人總要向前行，尤其係年紀大嘅人，更加需要有人陪伴。盧偉國能夠喺喪妻之後重新揾到幸福，其實係一件值得祝福嘅事。相信黃兆珍在天之靈都會希望盧偉國開心。講完分析，我哋一定要睇下網民反應。呢單忘年戀婚訊喺網上引嚟極大迴響，留言非常熱烈，大致可以分為幾排。祝福派呢班網民真心祝福盧偉國，難得揾到第二春，祝福盧議員同余小姐白頭到老。年齡唔係問題，最緊要兩個人開心。因粵曲結緣好浪漫，祝福佢哋。質疑派呢班網民對呢段婚姻有保留，相差40年，佢哋真係有真愛，定係女嘅想揾張長期飯票？一個90後女仔嫁俾一個73歲阿伯，好難令人唔懷疑動機。盧議員係咪俾人呃㗎？諷刺派呢班網民以諷刺嘅口吻留言，又一個爺孫戀真係大開眼界。73歲仲有本事娶90後，果然係人生贏家。愛情真係偉大，偉大到可以跨越40年。理性派呢班網民呼籲大家尊重他人選擇，婚姻係兩個人嘅事，外人冇資格指指點點。只要佢哋係真心相愛，冇傷害到任何人，我哋應該祝福。盧議員係公眾人物，但係都有私人生活嘅權利。總結一下大排檔對呢單盧偉國再婚事件嘅睇法，我認為呢件事有幾個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第一，愛情冇分年齡，但係要面對現實。年齡差距大嘅伴侶確實會面對更多挑戰，例如生活習慣唔同、身體狀況嘅差異，甚至將來邊個照顧邊個嘅問題。盧偉國同余仲恩如果要長久走落去，必須要正視呢啲現實問題。但係只要兩個人有共識，互相扶持，忘年戀都可以好幸福。第二，公眾人物都有追求幸福嘅權利。盧偉國作為立法會議員，佢嘅言行會被監察，但係佢嘅私人感情生活，只要唔涉及利益衝突或者道德問題，我哋應該要尊重，唔好因為佢嘅年齡同身份，就用雙重標準去審視佢嘅婚姻。第三，社會對忘年戀應該要多一份包容。每個人對愛情嘅定義都唔同，有人中意同齡，有人中意年長，有人中意年輕。只要雙方係自願、係真心，冇傷害到任何人，呢段關係就值得被尊重。與其用歧視嘅眼光去睇忘年戀，不如用開放嘅心態去理解。最後，大排檔想向盧偉國同余仲恩送上祝福，希望佢哋可以恩恩愛愛，白頭到老。同時都想同所有質疑佢哋嘅人講，與其花時間去猜度別人嘅婚姻動機，不如專注返自己嘅生活。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嘅權利，包括73歲嘅盧偉國。好啦，今日大排檔嘅時事評論就到呢度。
你對盧偉國再婚有咩睇法？你覺得忘年戀應唔應該被祝福？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討論。記得留言、分享同埋最緊要嘅訂閱同讚好。我哋下次再同大家開檔講時事。拜拜。